弟兄姊妹，再謝大家掌聲，去多謝敬拜隊好唔好啊？為你盡心去預備一個敬拜。大家知唔知而家仍然都係新年啊？係咪啊？好似冇乜新年氣氛啊！所以咧喺呢個時間咧，想先祝大家同大家拜個年啊！用3隻馬祝福大家，送3隻馬俾大家。第一隻馬，你知咩啊？馬上平安啊！因為平安好重要啊！而家可以打仗啊，係咪？所以我哋平安盼望咧，你馬上平安，平安臨到你。好，第二隻馬係咩馬？馬上喜樂啊！聖經話咧，喜樂咧係咧即係良藥啊！所以咧我哋需要有喜樂啊！哇！第3隻馬勁啦！你知唔知第3隻馬好重要㗎？你知唔知係咩馬？哇！唔單止係我啊，仲係我一家祝大家嘅，就係馬上咩啊？咦？睇唔到啊？唉，馬上禱告，願你凡事交託主，唔使自己煩啊，係咪啊？所以幫我同隔離講，祝你馬上禱告。不過講開馬上禱告，我想大家問大家一個問題啊！你上次馬上禱告嘅時間係幾時啊？啱係嘛？係咪？係定係遇到急難嗰陣時啊？定係上次你嘅小組啊，你返教會嘅時間你就馬上禱告啊？今日嘅信息啊，內容嘅題目啊，係源於1月份咧，我帶領嘅牧區咧，以撒家舉行家日啊。當日我問咗在場嘅弟兄姊妹一條問題啊，我問佢哋：你覺得禱告會帶嚟啲乜嘢啊？我叫佢哋分成5個人一組，揀3個最重要嘅答案啊。禱告會帶嚟啲乜嘢喎？揀3個最重要嘅答案啊！你想唔想知道佢哋嘅答案啊？係啊，我都知你哋想嘅。好啊，佢哋答案就係咁啦。哇！最多人去想，即係覺得個組裏邊咧分享咧，最覺得哇，禱告咧會帶嚟醫治啊！最多人話係嘅。你相唔相信禱告真係會帶嚟心靈嘅醫治？哇！跟住之後有個仲特別，有個組咧分享咧，話禱告咧會帶嚟偉成啊！哇！用咗我個名啊！因為咧佢話咧禱告你會帶嚟偉大嘅成功啊，係咪啊？禱告真係好厲害噶！你睇原來禱告啊可以帶嚟咁多樣嘢啊！呢個都唔會係你嘅答案啊？呢個禱告會帶嚟咁多樣嘢？如果係，我想問第2條問題：咁多嘅好處，你親身經歷咗幾多樣啊？其實禱告好重要，我哋都知道，但好可惜，知道唔等於經歷到，未經歷少咗一份嘅感受，就會相信得有保留。最終點啊？將禱告咧停留喺一個知識嘅層面。而家問題就嚟啦。當我哋冇去經歷禱告，我哋少咗一份本來可以領受嘅福氣。但係咁嚴重嘅，如果一班基督徒、一間教會長期唔經歷禱告，基督徒同埋即係教會嘅生命係會點啊？都會成為咗一股啊叫做無形無聲嘅屬靈危機啊！呢種屬靈嘅危機最可怕係就唔係即時爆發㗎。唔會喺教會聽報告嘅時候聽到啊，但係咧卻咧每一日咧靜靜雞咁發生嘅，直到一日你發現哦，原來我冇晒火啦，原來我剩翻啲灰，我哋先知道原來我哋已經耗盡咗啦。呢種嘅危機啊，我覺得啊有2個情況嘅，就係咁嘅情況，就係佢好冇心追求信仰，只剩低一個習慣，外表睇嚟好似好正常。崇拜一樣，返小組一樣，服侍一樣，所有嘢都井井有條，甚至俾人覺得啊，你做得好好啊，你嘅服侍表現得好好，但係佢心裏面其實冇真正投入嘅，心靈缺席，唔知去咗邊嘅，只係做緊每一個又一個基督徒嘅代辦事情 ，to do list， 做到就算交到功課，但係佢內心嘅深處其實係攰嘅。佢內心深處其實係孤單嘅，係焦慮嘅，信仰唔再係依靠啦，反而變成咗要完成嘅義務。以前嗰份對神嘅期待嘅心情，慢慢俾責任感取代咗啦。同神嘅關係開咗自動模式，照做，但係冇任何嘅感覺。結果係點啊？信仰得返個外殼，失去火熱同埋愛。第2個情況係冇力追求，渴望突破卻提唔起勁啊！
面對工作嘅壓力、家庭嘅責任、人生嘅選擇，靈裏面嗰啲火、啲電咧用晒，揾唔到燃料啊！只係撐住個日。有時唔再期待神嘅帶領啊，唔再為神發夢，唔再問我哋嘅人生嘅呼召係啲乜，只求安逸，生活唔出事就算啦。頭先我講到冇心追求就以自動模式，而家冇力追求，我哋嘅信仰又開始進入，你知唔知咩模式啊？你都可能有用嘅，叫慳電模式，最低限度嘅屬靈運作就夠噶啦，唔突破。信仰從奔跑好熱心去到維持，由呢個主啊求你使用我，變成主啊你唔好再搞我啦。結果係乜啊？靈命停滯，失去突破同活力，信仰變得沉悶冇生氣。弟兄姊妹，或者今日你坐喺度聽聽下呢兩點，心入面會細細同自己講：咦，其實呢個可能係我，真係我真係好攰啊！我好想揾翻呢團火，但係我真係起唔到身啊！面對呢份嘅屬靈疲乏同埋停滯，我哋好多時第一個反應係點啊？一定係我太忙啦，最近壓力太大啦。等我狀態好翻啲嘅時間，我哋就會好翻噶啦。我哋成日覺得只要環境好啲，工作少啲，小朋友聽話啲，老婆講少啲，唔係我老婆啊，壓力細啲，我哋熱心同埋生命就會自然恢復噶啦。我哋禱告嘅生命自然會火熱噶。但係我哋想一想，問下自己一句：呢個諗法有冇問題？係咪真係咁噶？我想話俾你聽一個殘酷嘅事實：環境永遠唔會完美嘅，工作唔會突然忙嘅，家庭責任只會越來越多，社會嘅節奏只會越來越快。我哋永遠都等唔到一個完美嘅狀態同埋時機嚟親近神。如果我將靈命復興寄託喺等環境變好之上，就好似我哋等個風浪停咗先開船，就好似我哋等啲空氣變晒乾淨嘅時間，我哋先會呼吸。大家想到有咩結果啊？我哋可能會一路等，一路枯乾，一路消耗，一路窒息。環境永遠唔會完美嘅，但係我想話俾你聽，神永遠等着你。講到呢度，我哋已經知道啦，忙碌唔係真正嘅問題，環境唔係最致命嘅原因。咁到底乜嘢令我哋變得無心無力呢？答案係我哋同上帝靈命失聯，我哋生命入面同上帝禱告嗰條線斷咗，以致靈裏面枯乾咗。正如一個牧師咁講，禱告係靈命狀態最重要嘅證據。禱告係靈命狀態最重要嘅證據。我好怕我哋忘記咗，信仰唔係一份責任，而係一份關係。任何嘅關係，如果冇溝通、冇互動，最終都慢慢枯乾。好似婚姻冇溝通會疏離，親子冇互動會隔膜，友情冇相處會轉淡，信仰冇禱告一定會枯乾。所以好重要嘅關鍵唔係等我有力先禱告，而係禱告嘅時間我先會得返力量。唔係等我心預備先去預熱親近神，而係我哋親近神嘅時間，神就會預備我哋嘅心。所以真正核心嘅問題，喺一個永遠唔會完美、唔會停嘅忙碌生活裏邊，我哋要重建一個真實嘅、有生命嘅、有力量嘅禱告生活。唔係一種責任，唔係一個程序，係一個靈命嘅呼吸，內心力量嘅來源同埋復興嘅起點。因為真正嘅復興唔係由環境開始，係由我哋個人禱告開始。大家記住，禱告就係令枯乾嘅心靈再一次燃起火焰嘅地方。
咁喺聖經裏邊復興嘅字義係點樣講呢？喺靈鋒再起時一書指出，聖經原文入邊咧有4段經文重要嘅動詞咧，都同復興呢個字咧緊緊相連嘅。我哋一齊去睇下。第一段經文詩篇51篇10節，佢話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重新嘅意思就係跌低咗，企翻起身。第二經文講俾我哋聽，詩篇104篇30節，佢話他使地面更換為新。更換為新嘅意思就係舊變成新。第三節經文以賽亞書61章4節，重修歷代荒涼之城。重修嘅意思係爛咗嘅嘢起翻好。第四個意思，耶利米哀歌5章21節，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復新嘅意思係翻去以前同神親密嘅日子。弟兄姊妹，邊一個形容最觸動你嘅心啊？曾經帶領美國大復興嘅芬尼牧師咁樣定義：復興係基督徒重拾起初嘅愛，令教會重新火熱，令人再一次專注神嘅命令。簡單嚟講，復興就係神親手翻新生命，叫跌倒嘅起翻身，叫舊嘅變成新，叫冷淡嘅重新被燃燒，叫同神疏離嘅關係再次同神有個親密關係。所以今日我用咗一段主題經文，睇下聖經有咩復興嘅經文同俾我哋提醒啊！我哋一齊誦讀呢段經文。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歷代志下7章14、15節。雖然呢個經文冇直接復興呢個字，但歷代嘅解經家一致認同呢段經文係道出咗復興嘅核心嘅元素。經文嘅上文，所羅門王咧完成咧獻呢個聖殿。獻咗完成呢個聖殿之後，上帝喺夢裏邊同佢顯現，同佢講，佢話如果你班以色列民咧，如果因罪遭管教嘅時間咧，話俾佢聽出路就係呢節經文啦。呢經文話俾佢聽，話俾佢聽，出路唔係靠政治，出路唔係靠軍事，出路唔係靠經濟環境好，而係呢段經文話俾我知，而係人轉向神。第一點，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復興禱告嘅起點係自卑。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係邊一個啊？傳道、區牧、組長，定係屬靈啲嗰班人？經文話俾我哋聽，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係我哋每一個坐喺度相信耶穌嘅人。換句話說，復興唔係靠少數嘅領袖去推動，而係靠全體你同埋我一同去禱告。復興嘅關鍵人物就係你同埋我。復興禱告嘅起點就係自卑。聖經入面嘅自卑並唔係心理學所想講嘅缺乏自信、看低自己嘅自卑感。原文嘅意思係自願屈膝，放下自己，承認神嘅主權，即係心裏面承認神啊，我唔得，我真係好需要你啊！因為復興唔會由人嘅驕傲開始，反而係由人嘅謙卑而爆發嘅。因為復興係要讓神嘅工作彰顯，唔可以有自我嘅成分存在嘅。我認為人有3大驕傲嘅罪根，我簡稱係3字。第一個字係字咩呢？自私。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唔理人點，唔理上帝點，好自私嘅人係。第二樣係指咩啊？自大，高舉自己，驕傲自滿，睇低人。第3個字係咩啊？自義。
依靠自己嘅行為，唔係依靠上帝嘅恩典。自我中心真係阻住我哋同神嘅作為嘅，拉開咗我哋同神嘅距離。當人想控制、想靠自己、想做主，神嘅靈就冇辦法去居住啦，就冇辦法運作啦。唯有謙卑打開我哋同神嘅通道。所以復興嘅第一步就係放下自我、自卑、屈膝承認需要神。當我哋認真禱告，復興唔係等人推動，而係由你由我開始。第二點，復興禱告嘅行動。復興唔係一個氣氛，唔係一個活動，唔係聽多2篇道等等。復興係神嘅臨在。所以經文講要有2個行動：尋求神的面同埋轉離惡行。呢2個加埋就係復興禱告嘅行動。尋求神嘅面，尋求原文嘅意思係用盡全力去找，專心尋求，急切渴望。神嘅面代表神嘅同在。換句說話，尋求神即係用盡全心渴慕神嘅同在，而唔係可有可無啊。講到尋求神嘅面，弟兄姊妹，神嘅同在唔係抽象嘅觀念嚟噶，神嘅同在、聖靈嘅同在係真實經驗嚟噶。有一位我非常尊敬嘅屬靈嘅前輩，希福神學院院長劉達芳博士提出過一個睇法，再加埋我自己喺教會裏邊帶領靈禱隊嘅經驗，綜合咗以下嘅發現。我哋發現咗弟兄姊妹對聖靈嘅態度，決定咗佢經歷幾多神嘅同在。通常會有以下4種態度。第一，抗拒聖靈，完全拒絕神嘅同在。猶太人就係咁噶啦，佢哋拒絕聖靈，甚至殺害神所差派嘅先知。所以猶太人冇辦法復興。第二樣嘢，不歡迎聖靈，怕失控，呢個好普遍噶。有啲人咧未去到抗拒，但係心裏面咧唔歡迎聖靈噶，因為佢怕失控啊，怕打破咗佢熟悉嘅氣氛啊，怕流程會被搞亂啊。結果係點啊？聚會好安全，但係冇能力；流程冇破口，但係生命冇突破。第3個係有限度歡迎聖靈，歡迎神嘅禮物，但係唔歡迎神，呢個常見嘅。有啲人會講，聖靈你嚟啦，但你可以嚟俾我禮物，俾我恩賜，只帶祝福。呢種歡迎神嘅手恩賜，唔係歡迎神嘅面自己啊。其實呢個某個程度係利用緊聖靈，唔係敬畏聖靈。第4種係真正歡迎聖靈，係俾佢掌權，唔係單單歡迎佢嘅能力。歡迎神掌管嘅教會，掌管聚會，掌管生命。大家知唔知聖靈臨在唔係只係帶祝福，會帶嚟啲乜嘢啊？喺使徒行傳話俾我聽，仲有2樣嘢。喺使徒行傳第5章嘅時間，有2個人物叫亞尼利亞同撒非拉，因為佢欺哄聖靈，結果點啊？死咗。聖靈嚟真正係掌權嘅時間，會嚟審判，叫我哋聖潔。第2樣嘢喺使徒行傳13章要見到，喺安提亞教會裏邊，聖靈差遣保羅同巴拿巴出去。當聖靈臨在一間教會嘅時間，好多人願意為主被差遣。所以聖靈臨在不單止係安慰醫治能力，佢哋係要掌權，要成就神嘅心意。弟兄姊妹，你屬於邊一種啊？係抗拒嘅，係不歡迎嘅，係有限度歡迎，定係我係真真正正歡迎聖靈噶？但願我哋教會係真正歡迎聖靈嘅教會啊！第2樣嘢，轉離惡行。當聖靈作王臨在嘅時間，佢一定會做其中一樣嘢，就係光照罪，
會叫人悔改，會轉變。所以經文講，尋求我的面並轉離他們的惡行。惡嘅意思即係任何唔討神喜悅嘅事，唔一定係大罪，往往係隱藏細微嘅壞行為，色情啦、說謊啦、嫉妒啦、偷盜啦、懶惰啦、虛假啦、愛世界啦、埋怨啦、不饒恕啦、批評等等。但係聖靈嚟嘅時間，你就會被改變。行即係生活方式同習慣嘅模式，唔止係偶然嘅，而係長期形成嘅壞習慣。無論係食煙啦，無論係吸毒啦，無論係講粗口啦，聖靈嚟嘅時間，人係會徹底悔改嘅。所以真嘅悔改係徹底嘅，唔係做少啲嘢，我盡量改善下，而係我決定轉身唔再去做。復興要臨到，我哋對罪只能有一個態度，呢個態度係有4個字，請你同我一齊讀好唔好啊？叫做斬、草、除、根，係完全唔要噶。祈禱係可以對罪好敏感，祈禱係可以改變生命。呢2個重要嘅行動，如果尋求神嘅面係打開門，咁轉離惡行就係將垃圾搬走，俾神可以入嚟居住。第3點，復興禱告嘅應許係神必、我必呢2個字，唔係建議，唔係可能，係神嘅回覆。第一個必垂聽。垂聽嘅原文嘅意思就係上帝必彎低條腰，主動聆聽，好似父母聽一個小朋友講心事咁。你每一個禱告，神必垂聽，而且佢會有應許咗，佢有行動嘅回應。第2個必赦免。罪係隔絕，罪係攔阻，罪係一埲牆。但係神同我哋講，我必赦免。即係神會親自拆開你同佢之間嘅牆，重新再一次接納你，俾你同佢有重新嘅關係。第3個必醫治。舊約講醫治土地係講緊指住嗰啲旱災啊、瘟疫啊、蝗蟲，叫國家復興祝福。今日如果係新約嘅應用嘅時間呢，我必醫治。神必醫治我哋破碎嘅生命，必醫治我哋修補我哋嘅關係，甚至乎必醫治教會嘅冷淡。弟兄姊妹，唔知你有冇覺得我哋嘅生命好似殘殘地喎？婚姻好似有裂痕喎，家庭成日爭吵，自己嘅情緒成日翻騰混亂。靈命好似死咗火，但係神親口應許嘅，我必醫治。你願意展向我上帝一小步，神必定向你走一大步。復興起點係由今日開始，復興總係由生活中一個真誠嘅禱告開始。我哋可以從呢3方面建立禱告嘅生活。第一方面，個人層面，從應該禱告變成愛禱告。固定嘅禱告習慣，每日早晨或者睡前，試下俾自己5分鐘啦。唔係交數嘅，係同神見面嘅。呢個係我最低嘅標準。隨時多方禱告。搭車行路工作小休，心中同神講1-2句嘢啊！祈禱唔一定要合埋眼噶，祈禱唔一定要低頭噶，你只需要你個心向神得噶啦。我成日咁樣祈禱噶，主啊主啊主啊，冇乜內容噶，但係我心向住上帝，我需要上帝。禁食禱告啊，個人操練，定期操練啦，唔係為咗減肥嘅，係為咗專心去尋求神，
暫時放低肉體嘅需要，聚焦我哋生命嘅需要。家庭層面，將禱告帶翻屋企啊！家庭禱告啊！睡前一齊祈禱啊！同啲小朋友，每人講一個代禱事項，唔講也可以。最重要，我覺得係要實踐到簡單祈禱，唔需要長，最緊要有。第二樣嘢，夫婦祈禱啊！以往我都有一段時間有夫婦祈禱嘅，但係都係生活忙碌，停咗一段時間。我1月份咧開始悔改啦。我同太太兩人開始同心為家庭工作服侍祈禱。我覺得我哋嘅家庭有轉變。我覺得我同太太關係係更好，唔係唔好。有研究顯示，夫婦一齊祈禱啊，能夠增進彼此嘅親密感啊，減少衝突啊，令婚姻更加穩固啊。所以夫婦嘅，我鼓勵你一齊祈禱。群體層面唔再單獨獨啦，小組禱告，除咗查經分享之外，刻意留一段時間一齊祈禱，唔好因為時間唔夠就斬咗祈禱嘅環節。冇祈禱嘅小組啊，我覺得個小組啊只係讀書會啊。禱告同行，2-3個弟兄姊妹結伴。每週固定嘅時間互相代禱啊，可以用 WhatsApp， 可以用電話，可以見面。重點係有人一同你一齊祈禱啊！盼望我哋成為一班禱告嘅人。禱告能誕生一個宗派。喺1906年裏邊，美國洛杉磯有一位黑人牧師，叫做威廉西摩。當時佢處於種族歧視嚴重嘅時代，但佢對呢個聖靈好渴慕。最初佢只係喺信徒屋企傳講聖靈充滿嘅信息，點知聚會入邊聖靈真係降臨，人開始經歷醫治，經歷講方言，經歷徹底嘅悔改。後嚟佢租咗一個地方，叫亞蘇撒街312號。呢個地方係一間殘舊嘅禮拜堂，入邊冇豪華嘅裝修，只有呢班人渴慕嘅心。佢哋一日開3場聚會，每星期無間斷嘅，足足持續咗，知唔知幾耐啊？足足持續咗3年，3年喎！你諗下，3年嘅主日崇拜，你都可能有時會缺席。但佢哋每日3場，連續3年，從冇間斷。呢3年入面，日日都有人流淚禱告，聖靈嘅火焰越燒越旺。吸引咗全世界唔同種族嘅人去慕名而嚟，去將嗰度嘅火帶翻去佢自己嘅國家。呢件事情甚至延伸全美。最後喺1914年，一群領受咗呢份靈火嘅牧者聚集咗喺埋一齊，正式創立咗一個宗派。大家知唔知呢個宗派叫咩名啊？請幫我同隔離個人講啊！禱告建立咗神召會啊！喂，幫我同隔離個講啊，唔該。幫我同隔離個講啊，唔該。禱告建立咗神召會啊！神召會成為今日全球最具影響力嘅5旬宗教會之一，信徒遍滿世界各地。亞蘇撒街嘅大復興嘅起點，只係一班人喺一間破爛嘅禮拜堂，有一班人做啲咩啊？肯跪低，肯祈禱，肯尋求神嘅面咯。呢段歷史提醒我哋，
復興從來唔係偶然嘅，只要有人喺真實禱告嘅時間，就必然帶嚟更新。請敬拜隊上台預備。弟兄姊妹，講到呢度嘅時間，我想大家停一停，諗一諗。我哋今日坐喺度係粉嶺神召會，你知唔知你哋係邊一個啊？我哋就係亞蘇撒街嗰班人嘅屬靈後代，係一班願意為神跪下嘅人嘅後代。作為神召會嘅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傳承呢份尊貴嘅遺產。我哋稱之為神召會，神召會嘅 DNA 就係火熱禱告、聖靈充滿。弟兄姊妹，今日擺喺你面前有兩條路。第一條路就係我哋繼續冇心無力，如常返教會侍奉，繼續維持外表，但裡面嘅火不斷被熄滅。第二條路係返去起點，由謙卑、由跪低開始，由呢一刻開始同神祈禱，我需要同你連結。以下落嚟有段時間，你可以眯埋你隻眼啦，聽敬拜隊唱呢首詩歌，睇下上帝有咩說話同你講啊！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讓讚美的聲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沒丘地。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讓禱告的聲音不歇息，直到我們看見復興。姊妹，其實我心入面有一個渴望，唔係想大家淨係點頭知道禱告好重要，甚至我哋去教導人禱告好重要。我真正嘅渴望係我哋整間教會真真正正去經歷禱告嘅真實，因為我深信當一個人實踐禱告，佢嘅心就會被甦醒。當個家庭一齊禱告，屋企嘅屬靈氣氛就會被改變。當一間教會同心合意祈禱，屬靈氣氛就會被反轉。當一個群體為城市禱告，復興就會臨到。呢句唔係口號，係歷史，就係我哋呢個宗派親身走過嘅路。所以我盼望有一日你可以真誠同我分享，好有勇氣咁同我講，偉城傳道，我因為禱告經歷醫治；偉城傳道，我因為禱告家庭破碎得以修復；偉城傳道，我因為禱告心入面得返力量；
我因為禱告，我見到神蹟，我見到生命被改變。以下落嚟嘅時間，我想邀請大家同起立，我哋會先唱回應歌，唱完之後，我會帶大家一齊祈禱。今日祈禱會有3件事會祈禱。第一，為你自己祈禱。如果頭先聽到嘅時間，你覺得自己心裏面冇心冇力，得個外殼嘅時間，我邀請你第一個為自己祈禱。第二個邀請係為小組同埋你嘅組長祈禱。你嘅小組，你可能覺得個小組點解好似成日都係聯誼活動呢？冇真實嘅相愛嘅咧？我鼓勵你為你小組、為你組長祈禱。第3樣嘢，為你嘅牧者祈禱，為你嘅教會祈禱，讓我哋呢間教會實在嘅係一間建立愛神愛人優質嘅門徒嘅教會，好唔好啊？我哋一同唱兩首詩歌。百姓，主你是我們的神，用讚美打開城門，來預備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讓讚美的聲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沒仇敵。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聲音不歇息，直到我們看見復興。邀請大家一齊祈禱啦！祈禱嘅方式，一陣間我哋會一齊數1、2、3，跟住之後我哋嗌3聲主啊主啊主啊，就為嗰3件事祈禱啦，好唔好啊？我哋1、2、3，主啊主啊主啊！我哋為我哋自己祈禱，天父喺你面前，我為自己祈禱。當我哋生命裏邊如果冇心冇力嘅時間，主啊，你再一次復興我哋，因為靈性被更新，生命被更新，再次有嗰個復興嘅火。主啊，俾我哋謙卑喺你面前，承認自己嘅不足，承認自己嘅無能，需要你嘅幫助，叫我哋悔改更新歸向你，叫我哋需要，我哋知道我哋好需要你啊，主。第二件事情，為你嘅小組、為你組長祈禱，我哋一齊為你嘅小長同埋組長祈禱啦。天父，你面前，我哋將我嘅小組交託俾你，讓我哋小組成為一個愛人嘅小組，讓我哋嘅小組能夠彼此守望嘅小組。我哋為我哋組長去祈禱，求你都幫助佢能夠喺個牧養上裏邊有你從你而嚟嘅能力。最後一樣嘢，我哋為我哋嘅牧者、我哋嘅教會祈禱，我哋一齊開聲。天父，你面前，我哋主要為咗我哋牧者，為我哋教會祈禱，求你有我哋嘅牧者裏邊真係有心有力，帶着異象，帶着方向去牧養群羊。主啊，求你幫助我哋，與我哋同在，帶領我哋。係啊，天父，我哋面前，我為咗每一弟兄姊妹祈禱。當我哋疲乏冇力量嘅時間，主你叫我哋懂得禱告，以你連結。我係宣告我哋呢一班群體係成為一班禱告嘅群體。我宣告呢班群體係有豐盛生命嘅群體，因為你嚟係叫我哋得生命，叫我哋生命裏邊有榜樣，叫我哋再一次歸回你，再一次謙卑自己嚟到你面前跟隨你。我哋在每一個小組向你祈禱，讓到每一個小組成為相愛嘅小組，讓到呢個小組每一個成為彼此相愛嘅祈禱。因為我哋需要唔同嘅群體裏邊要成為我哋屬靈嘅家屬，我哋屬靈嘅榜樣。
我為咗我哋教會祈禱，叫我哋嘅教會能夠實在嘅去建立一個愛神愛人優質嘅門徒嘅群體嘅教會。求你繼續與我哋教會同在，使我哋嘅教會，我同心喺你面前祈禱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我一齊講阿門。請坐。今日係聖餐主日，我哋一同領受聖餐，先嚟誦讀一段聖餐嘅經文啦。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馬可福音14章22至25節。讓聖餐嘅餅同埋杯成為今日施恩嘅具，讓我哋可以實在嘅經歷呢份主嘅愛。邀請大家帶着感恩同埋敬畏嘅心，一同參與聖餐。我哋按着主耶穌基督嘅吩咐，同心拿起餅來，為餅祝謝，阿門。並宣告呢個係主耶穌基督嘅身體，為你為我而捨。同樣按着主耶穌嘅吩咐，同心拎起杯來，為杯祝謝，阿門。並宣告呢個係主耶穌嘅寶血，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聖餐包會派發喺每一位已受浸嘅弟兄姊妹手上，無論你嚟自邊間教會，只要你受咗洗，我哋歡迎你哋一齊去領受。用我念記你的降生，犧牲掛十架上，於每天用我頌讚你的救恩，奇妙賜我生生，我若歷試探，卻不跌倒失喪，我越是茁壯，全憑尋着你，尋着永恆的曙光。悲傷眼淚若流下，有你撫摸，罪困中你來脫我枷鎖，誰像你緊牽我手，伴我闖，明白恩典太多，你是那暖暖的火，在冷風裏頭暖我心窩，唯獨基督你能抱緊我。悲傷眼淚若流下，有你撫摸，罪困中你來脫我枷鎖，誰像你緊牽我手，伴我闖，明白恩典太多，你是那暖暖的火，在冷風裏頭暖我心窩，唯獨基督你能抱緊我。悲傷眼淚若流下，有你撫摸，罪困中你來脫我枷鎖，誰像你緊牽我手，伴我闖，明白恩典太多，你是那暖暖的火，在冷風裏頭暖我心窩，唯獨基督你能抱緊我，唯獨基督你能抱緊我，唯獨基督你能抱緊我。藉着主嘅恩典，我哋同心領受
基督嘅身體。同心領受基督嘅寶血。我哋一齊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將主耶穌基督嘅身體同寶血賜俾我哋。我哋領受主嘅愛，主嘅生命，提醒我哋去分享主嘅愛同埋主嘅生命。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讓我哋一齊站立敬拜主啊！我們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們的神，用讚美打開城門，來預備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讓讚美的聲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沒仇敵。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讓禱告的聲音不歇息，直到我們看見復興，直到我們看見復興，直到我們看見復興。我哋低頭領受從上帝而嚟嘅賜福，願主耶穌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我哋一齊講阿門。好，請你坐低之前，同隔離兩三個弟兄姊妹講，同佢講話，你要馬上祈禱啦。我哋今日嘅聚會到呢度，下星期再見。如果有弟兄姊妹想需要祈禱嘅話，台前有靈禱組好想為大家去祈禱。下星期再見。